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谈到台湾问题，他们同意遵守台湾协议。他说，我跟习近平谈到了台湾，我们同意我们将遵守台湾协议。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清楚表达了，我们认为他不应该做其他任何事情，只应遵守协议。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警告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的国防独立努力将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瓦解欧洲。欧洲联盟峰会就欧盟防卫外交以及与美国的关系辩论正在进行中，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为欧洲决定加强其相对于美国的军事自主权而奋斗。10月5日 ，Instagram、WhatsApp 和 Facebook 全部中断服务，在持续约6个小时当机后才恢复正常。当机原因众说纷纭。脸书工程及基础设施副总裁发文指出，工程团队发现协调资料中心之间网络流量骨干路由器配置错误，是导致通讯中断。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内地正面临一场重大的电力危机。中国当局表示，为最大程度保障全国电力供应，东突厥省今年持续加大电力外送规模，特别是第3季度。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新安全合作协议是英国可以在欧盟之外做些什么的一个重要例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发射航天器与一颗靠近地球轨道的小行星相撞，以保护世界免受天体的伤害。韩国军方宣布计划加强其针对朝鲜核导弹威胁的威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参谋部在其年度议会监督报告中指出，首尔提高了其进攻和导弹防御能力。